这个高雄的大街路顶，佫出现着棒球队咯，就是佫有人野球棍啊咧相拍，讲欠人酒钱7500块，人要甲讨，安尼袂使哩，竟然去闹人来车拼。这个双方车驶咧，伫个大街路顶驶烧肉，结果伫个路口来烧弄，还袂煞，双方的人马野球棍啊落车，就开始喊车，开始相讲，真唱手拢无咧惊半人。这个过路的民众赶紧来报警。关键赶到位，甲2边8个人总掠转去警察局。砰！一个一声，2台车弄做一伙，随着是乒乒乓乓用马达、球棍啊拱来拱去的声。车驶的赶紧要走，警方一个赶到现场了后。 停车，卖动！我用大声话，这阵人拢总卖叮当。路边经过，你要不然砸我的车？离开停车。有人想要走，有人真激动，解说讲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现场有2台车弄甲害了，原来这一切原因拢是因为7500块的烧酒钱。向有人林姓少年追讨日前喝酒分摊消费费用新台币7500元未果。 林姓少年不满，姓连的查甫人甲姓林的朋友要甲讨烧酒钱，引起对方不满，就有人拍算要砸车，双方就开始驶车走烧肉。伫民族路花下路口烧弄，马达就夹出来啊！公共危险、妨碍秩序、毁损等罪嫌，移送桥头地检署来侦办。警方伫2点钟后，将所有人拢总抓起来，因为家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因为最近街仔路无宁静，时常有棒球队里闹代志案件，民众是人心惶惶，只望讲透过公权力，会使阻止这款代志继续发生。